期六問責。雲福苑嘅居民都陸續入住咗唔同嘅臨時嘅安置嘅單位，咁但係長遠嚟講，佢哋安置個安排應該點呢？其實而家你話長期嘅方案或者中長期嘅方案嚟講，我覺得頭先我哋喺度講以災民為先啊嘛，所以其實我而家提出幾個，即係其實我都已經向咗即係唔同嘅朋友都請教過，亦都希望提出一個方向就係、舉例，而家頭先我哋提到嘅，佢有部分嘅災民入咗去房協嘅接收項目裏邊，咁如果佢覺得嗰啲項目佢住得 OK 嘅，因為其實呢啲項目其實係一個長期嘅居住嘅項目嚟㗎嘛，唔係一個臨時性質嘅項目，係咪可以容許佢繼續住？即係簡單嚟講，佢就當咗個佢嘅新嘅屋企，可以長遠繼續。無論佢以租以買嘅方式去處理都好，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可以俾到住咗喺呢啲項目裏邊嘅居民嘅一個選項。另外一方面就係有一部分可能係長者嘅，或者係佢可能佢個家庭環境可能冇咁充裕嘅，係咪可以以一個即係體恤安置嘅形式去俾佢哋去公屋上樓咧？嗱，因為過去我哋講咧，你買咗居屋之後咧，其實就唔能夠再享有任何伙福嚟㗎啦。咁呢一個係咪都可以有一個特事特辦處理？其實個案都有嘅，即係舉例欠債啦，或者係家庭有突變啦，其實都會有一啲體恤嘅方法可以俾佢哋去即係入住公屋。咁而今次即係宏福苑裏面亦都有部分係租客嚟嘅，咁佢哋可能嘅經濟嘅情況都可能受到比較大嘅打擊。咁呢啲係咪都用呢啲方法去處理咧？最後就係頭先講啦，未來佢想買翻一間新嘅，無論係以重置原址又好，易地又好，起翻間新嘅，佢哋係咪可以有個選擇權咧？甚至嚟緊嘅居屋係咪可以優先？佢哋當係好似重建公屋重建會咁，俾佢第一優先。如果佢有能力，佢都可以去揀樓先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討論而俾到居民可以選擇嘅方案。嗱，我自己睇一個原則問題先。原則問題就係呢個係一個世紀級嘅災情，所以個前設一定喺人嗰度，而唔係喺一啲嘅行政嘅慣例上邊。救災就係救災，咁所以從咁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呢，即係居民嘅意願係行先，但係個居民意願自己本身呢，我哋都要睇翻，即係究竟現有政府嘅唔同嘅選擇夠唔夠？嗱，我自己接觸到嘅一啲嘅信息就係，當然如果你有一啲嘅永久嘅安置嘅安排，其實最好嘅，因為人唔會想話幾個月之後又要再搬一次，或者係住咗1年半載之後又要再搬一次嚇。咁但係每個人嘅選擇唔同啊嘛。喺咁嘅情況底下呢，我完全同意阿梁文廣講呢係需要提供多選擇嘅。但係我自己掌握嘅資料呢，就係依家你有手頭上有嘅永久嘅選擇，未必係足夠，完全係符合晒近2000戶嘅要求。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就係我哋都明白個創傷係好難去短期去療合嘅。如果我哋講任何嘅新建或者重建嘅方案嘅時候呢，一定有個時間差。所以當我哋去揾一啲嘅選擇嘅時候呢，究竟喺其他地方會唔會有一啲，就算唔係即食，都有一啲近啲可以即刻提供得到嘅選擇呢？咁呢個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尤其是房委會呢，能夠或者房協呢係多啲考量啦咁樣。我相信今次嚟講，整個社會喺今次嚟講呢，都會係即係會接受呢，就話我哋喺不同嘅地方每度都擠少少出嚟呢，係容許到嗰啲災民去選擇。即係譬如話喺大埔或者係北區或者係即係附近有一啲新嘅公營房屋落成。咁我哋可能喺嗰度分配一部分仔出嚟，咁睇下可唔可以係即係俾嗰啲咁嘅受災嘅災民去選擇去咧？呢個可能亦都係其中一個方案。